千祈唔好少睇呢兩樣嘢啦，將蓮藕同山藥一齊上鑊煮一煮啊，竟然啊係古人養氣血嘅方子啊，氣血養翻嚟嘅同時呢，又唔會上火喎。雖然方法土豆爆，但係呢對女性朋友真係特別補噶。嚟睇下我係點樣整啊！呢個養氣血嘅方子啊，雖然呢土豆爆，但係建議所有嘅女人啊都跟住康哥煲起身。嚟睇下今日呢啖湯嘅主要食材先。首先呢，準備龍桔半斤，山藥一條，呢個啊係補氣嘅好嘢嚟噶。再準備花生2把，記得啦，要揀呢啲紅衣花生啊，紅衣花生個皮啊，先知啊呢個係紅色液體好中意嘅嘢嚟噶。再來上少少嘅蓮子，餃子嘅好幫手啊！呢啖湯好飲嘅所在呢，就係呢個蓮藕啦。蓮藕啊喺依家秋冬季節啊，好適合飲湯嘅好幫手嚟噶。嗱，用佢嚟煲湯呢，比如平常時啊皮膚掹緊啊，嗱記得啦，或者早上啊洗面嘅時候呢，嗱呢度紅卒卒，好似個馬騮面咁，多飲佢啊就啱晒啦。好，開工！呢個蓮藕個藕節啊，記得啦，千祈唔好抌啊，可以入藥噶，佢可以化瘀噶，特別好。將佢啊一齊煲湯，然之後呢將蓮藕一分為4，將佢切成小塊，拍碎，咁樣啊就可以讓蓮藕入邊嘅粉質啊可以更好咁融入啖湯入邊，湯汁呢會更加濃郁，更好吸收啊。放入焯好水嘅龍骨、蓮藕、花生、山藥、蓮子，加入適量嘅長江水，然後扣蓋煲佢60分鐘就飲得噶啦。嚟睇下煲靚湯先。哇，好香啊！呢個啊有蓮藕同花生嘅獨特香味，真係正啊！所有嘅湯料啊都煲到出晒味啦。嚟睇下個湯色先。哇，你睇下。呢個湯色真係正啊！你睇唔睇到？好似牛奶咁啊，真係正啊！正啊！所有嘅營養啊，都喺啖湯入邊啊！正啊！睇下啲蓮藕同山藥煲到溶晒啦，啖湯啊全部都係精華。好，最後加翻少少鹽，呢啖湯就 OK 啦。搞掂！咁樣湯色嘅湯啊，一定要盡快試一試啦！你睇下幾靚，各位靚仔靚女，拍個靚湯視頻唔容易啊！幫手點個愛心支持一下咧，非常感謝。一個字，湯鮮味甜，正啊！呢個湯掂湯啊，可以咁樣講，咁大個仔啊，飲過最靚嘅湯就係呢個湯啊！乜嘢5星級、8星級啊，都不如呢個湯正啊！媽媽嘅味道啊，你哋啊真係啊，快啲煲嚟試一試啦！飲住都唔想停啊，真係正！滑捋捋濃湯嘅味道真係正，又濃又鮮香。如果啊你攞嚟開飯店咧，呢個啊男女老少都啱飲，一定啊俾咗客戶飲咗之後，你嘅生意啊一定好火爆啦！快啲試下啦，好飲又得使，嗱聲啦，係咪一大啖都入邊都係料？嗱，蓮藕個粉，花生個脆，正啊！呢個搭配真係絕啊！記得啦，如果你都想煲啲咁靚嘅湯啊，點個讚收藏起身啦，咪一陣間啊冇呢啲靚湯嘆啊！